后来讲高雄美术馆这个网媒啊，也就是小黑文真高。有女性朋友到高雄美术馆去佚佗，这个脚甲手总共互网媒啊价129铺。伊破文章讲，实在是有够上的上，真正是特别起笑咯。美术馆回应讲，因为前一阵啊，高雄小连续落雨，结果园区内底出现着真适合网媒啊生团的蓝草，也就是蓝绿藻。美术馆讲，目前已经加强清洁消毒，嘛提醒民众，若要到高雄美术馆，都要做好着防网的措施。看看散步，民众自在运动，想要到这竟然有互网堂定的危机。卡手啊，红公公个整歪歪，老网友就甲当袂调，摕出相片，表示家己到高雄美术馆佚佗，双脚甲双手互乌龟啊顶甲顶唔敢，有129拍，讲实在用要起笑。网友回应讲，用看拢感觉真像，这感觉就是食甲饱。当袂调应该会送病院。有那么恐怖？没有吧？我是很少啦，我是很少被咬过。那前几天是不是一直下雨嘛？那有可能。我没有那么严重，我就大概1-2下而已，就定了2趴安那样。对，被咬的时间大概是几点的时候？这个就是我们早上大概在7点开始练嘛。就大概那个时候聊聊呀，就是可能如果那么严重的话，当然要看医生喽。因为这几天南部地区拢落雨，湿度变高，幕后美术馆的园区内真侪位所在出现垃圾组，变作是乌龟仔最佳生态空间。大日中昼11点到下晡3点，乌龟仔上高，美术馆赶紧加强环境的维护。户外园区每日皆有专人清扫割草与树木疏剪，以避免蚊虫滋生。请穿着淡色的长袖衣裤，并于皮肤裸露处涂抹防蚊液，减少遭受小黑蚊叮咬的机会。医生提醒，若去互乌龟仔叮到，就要赶紧捂冰角以及抹止痒的药啊，千万唔通嚼，较袂感染。若是出现严重的过敏，都要紧去找医生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